大家好，我是做好台有教位新冠林族的陈伟竹。今仔日咧，咱在场的每一位有缘会当伫遮做伙，拢爱感谢，互咱有这个机会来到这个世间的爸爸妈妈，有因斗阵做伙，才有即摆的咱。尤其是咱的妈妈，俗话讲，生会过加酒芳，生袂过是几块棒咧？敢有人知影？无毋对，就是四块棒。啊，这四块棒是啥物意思咧？就是观察啦。因为怀胎的过程咧，真辛苦，嘛真危险。啊，生落来咧，搁爱每日照顾车拥大汉，才有今仔日健康的咱会当伫遮相逢。所以咧，对一个家庭来讲，要生毋生是一个真大的决定哦。再来，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哦。今仔日若是妇女有生啊，毋过伊感觉无适合甲囝生落来，伊即个时阵就爱做一种手术，叫做人工流产。安尼，我想要请问大家，敢知影即摆伫咧台湾人工流产是有合法，也是无合法的咧？感觉有合法的，帮我举手一下。真侪人。啊，感觉无合法的人，帮我举手一下。好，安尼咧，其实我甲大家讲哦，伫咧台湾人工流产是无合法的哦。毋过，你若是有符合优生保健法以下规定的这6种状况，你就会使来合法的来做人工流产。啊，第1条到第4条咧，拢是甲有生妇女家己以及囡仔的身体健康有关系。第5条就是讲，今仔日若是妇女伊去受到性侵害，也是讲伊甲法律规定袂当结婚的人发生关系来有生，伊就会使来选择做人工流产。伫遮，咱要特别注意的是第6条，伊规定讲，妇女若是因为有生这件代志会去影响到伊的心理健康甲伊的生活的话，伊就会使来选择要做人工流产。安尼，我想要问大家哦，今仔日这位妇女伊有生吗？毋过伊感觉伊无想要甲囡仔生落来，安尼，请问哦，伊是算第5种，也是第6种状况咧？敢有人知影？请问你感觉是倒一种状况？嘿，对，就是你。无毋对，就是第6种。好，再来，我搁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哦。今仔日若是女性要来做人工流产，大家感觉啥人爱来做主较重要咧？是有生的太太家己，也是因翁讲会使就会使，也是讲翁仔某的双方拢爱同意才会使？感觉有生妇女家己决定就会使，请举手。好。啊，感觉讲因翁同意就会使，请举手。好。安尼感觉讲翁仔某双方拢爱同意咧，帮我举手一下。好，这是一个真歹决定的议题，大家拢有无共款的意见。啊，现处时咧，台湾是安怎规定的？现处时虽然咱拄则有讲过，妇女若是感觉有生这件代志会影响到伊的心理健康，伊就会使选择来做人工流产。毋过咧，这条法律下骹伊阁有挂一个条件哦。就是讲，你今仔日若是已经结婚啊，你就一定要有你另外一半的同意，才会使来做人工流产。安尼，我想要问大家，恁感觉这条法律敢有合理？感觉有合理的，帮我举手；感觉无合理的，帮我举手一下。好，大家拢有无共款的意见，所以这就是为虾米我今仔日要甲大家来讨论。啥人来做主？人工流产配偶同意权敢有道理？接来，我要甲大家分享2个故事，大家爱真足听哦。第1个故事是 A 小姐的故事。A 小姐伊结婚2冬外，虽然讲因翁做生意枵趁钱，毋过常常啉甲醉茫茫，阁会拍某，甚至咧阁伫外口饲查某人。所以 A 小姐伊就感觉伊足痛苦的啊，伊就想要赶紧找到一份头路，然后就要甲因翁离缘。
毋过伫咧即个时阵呢，伊煞发现讲，伊竟然有心啊！因为有心的关系，伊嘛无法度做工课趁钱饲家己，所以咧，有心即件代志，就煞变做因翁控制伊的身躯、心理、经济的手段，互伊互即段痛苦的婚姻白死死。伫咧即个故事内底咧，A 小姐的翁并无尽到做人翁婿的责任。咱的法律煞互伊有权利会当来决定讲，女性敢要来做人工流产。伫即个过程中咧，伊已经违背了咱宪法要保障的两种人权：自主权甲隐私权。为虾米妇女伊袂当家己决定讲，伊的身躯敢要来做人工流产呢？而且，伊若是要摕到因翁婿的同意，伊就一定爱甲伊的翁婿讲，伊有生的即件事实。安尼嘛会来去侵犯着伊的隐私权。好，接来是第二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咧，B 小姐是一个真有才情的设计师。结婚了后，公司想要派伊去日本的分公司学习新的技术。毋过伫即个时阵，伊煞发现讲，伊竟然有心啊！伊知影，伊即摆若是去生囝。公司予伊即个机会，就乌有去安呢。虽然讲因翁仔某的感情真好，伊的大家嘛足希望会当赶紧双手抱双孙。做五囝的翁婿呢，嘛足希望会当有家己的囝。牵手巴肚内囡仔呢，嘛是伊的一部分。今仔日伊若是同意伊的牵手来去做人工流产，安尼呢，伊就爱放弃伊做老爸的机会。而且嘛无法度完成汤后代的心愿。好，所以伫即个故事内底咧，咱就会当来了解，为虾米有人支持讲人工流产一直爱配偶的同意权，因为安尼会当保障因的权利。安尼，我想要问大家哦，恁感觉倒一项较重要咧？是女性的自主权甲隐私权，也是讲配偶的权利较重要？感觉第一项较重要的，帮我举手。好，感觉第二项较重要的，帮我举手。大家拢有无共款意见？有人感觉第一项较重要，嘛有人感觉第二项较重要。我真欢喜，有人有甲我有共款的想法，就是女性的自主权甲隐私权比配偶的权益搁较重要。所以，我今仔日我就要甲大家讲，为虾米我支持互女性家己做伊身体的主人？我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咧，就是健康的风险。伫咧即个工商社会咧，新年人嫁出的年岁愈来愈悬，嘛愈来愈晚较生囝。超过35岁较生第一胎的女性，嘛变甲愈来愈悬。所以咧，因需要面对的健康风险嘛，比较早来甲搁较悬。根据卫生服务部的资料咧，伫咧民国108年的时阵，10万的女性哦，就有16个伫咧生产的过程中往生去啊。这个数字咧，嘛是即摆以来，这20几年以来上界悬的。无怪古早人来讲，生会过加酒芳。生袂过死地方，而且除了有可能有往生的风险，妇女阁需要面对下骹遮足侪的健康风险。所以，就算讲恁翁伊就抓讲，我会照顾你一世人，到尾啊，这个健康风险拢是妇女家己一个人爱来承担的。好，第二个理由就是有生这件代志，有可能会去影响到女性对未来的专业发展也是规划。现此时咧，男性甲女性因拢有共款的机会来受教育，嘛读博士的人诶嘛变甲愈来愈多。因伫做工课的表现呢嘛拢真优秀。若是伫咧即个过程，妇女无细力来去有心安尼伊就会大大来去影响到伊对未来的规划。就亲像讲。伊今仔日若是有生翁仔某两方嘛无法度达到一个共同满意的结果，这个时阵呢，伊有可能就会失去对伊来讲真正重要的机会，
亲像讲无法度完成学业啊，也是讲失去做主管的机会，甚至有一寡公司咧，就会想讲，妇女伫这个时间，伊也袂当替我趁钱，我该付伊薪水哦。所以因就会想空想胖，互伊结老车笨斗。所以咧，就算恁翁伊偌尔爱你，这个失去的机会，有啥人会当来弥补咧？所以这就是我反对人工流产需要配偶的权益的理由，因为伊会去违背了咱宪法要保障的两种人权：自主权甲隐私权。而且，女性伫咧生产的过程中咧，因爱承担的风险，其实比大家想的搁较悬。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常常有心有可能会来去影响妇女对伊家己未来的规划，以及伊的专业发展。好，最后咧，我想要甲大家讲的是，翁仔某结缘是好代，囡仔有缘传后代。生囝意见互相知，家庭关系才和谐。人工流产爱也是歹，顾虑难免伫心内。生囝有影辛苦代，妇女同意较实在。这就是我今仔日的演讲，希望大家听了我今仔日的演讲，嘛会当来想看卖这个议题。而且，嘛会当来甲我做伙支持，互女性做因家己身体的主人。多谢大家。